李登辉先生伫12年做总统的任内，推动一连串宪政改革，包括万年国会改选，包括总统直选等等，以无老会方式来完成着台湾的民主化。嘛，伫台湾的政治史上，李登辉是头一个民选的总统。卸任了后，离开国民党，化身做本土反力的精神领袖。支持者叫伊是台湾之父，反对者讲伊是台独的教父。继续就来看李登辉安怎来影响着台湾的民主。我们怀抱着青年的理想，希望借由这次的行动，为我们国家的改革注入新的生命力。1990年3月10日，陈嘉生集合伫中正纪念堂提出解散国民大会，废除临时条款，召开国事会议，制定政经改革时间表等等的4大诉求。面对这场政府来台以来头一摆大规模学运，多度过国民党2月竞争的李登辉，遂接见53位学生代表。宪法的修正以后才可以有这个问题才会发生。李登辉就同意召开国事会议然后他是答应了学生一些，包括尽快让那个万年国会走入历史。3月2日迄一暝，学生投票决议，国民党撤出中正纪念堂广场，结束为期6天的野逼卡的学运。李登辉嘛随进行实践承诺，包括完成正副总统由人民直选，会使连任一摆重大修宪案，并且结束万年国会运作，和台湾民主化进入全新的阶段。当时反对力量合作，所以共同完成了总统直接民选。那总统直接民选对台湾的民主，当然是跨了历史的一大步。这个时期，两岸关系有进展，密使暗中协调，促成海基海协两会伫新加坡举行会谈。李登辉嘛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，成做台湾头一位访问美国的在任国家元首。不过，伫1996年3月，中国伫李登辉寻求连任进前，却伫台海发动一连串的军事演习，怕什么用武力强悍。中共那边是用飞弹在南北两端给我们威胁，好，但后来克林顿总统派了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。台湾无受威胁，举行头一摆总统直选，4组候选人中，国民党李登辉连战搭配，民进党是批评敏甲谢中庭组合，以及国民党出走参选的陈立安、王清峰加林洋港、霍碧川，最后李连培得到581万票，得票率是54%，当选第9任的正副总统。捍卫民主这一条的大道，在国家面临威胁动后的关键时刻，结束12年的执政，甲民进党陈水扁交接完成头一摆政党轮替。李登辉卸任了后，共款关心国家。2001年8月份，台湾团结联盟成立，奉伊为精神领袖。2004年，伊出席228，100万人手牵手护台湾，宣示保护家园的决心。他有一个领导的艺术，非常高妙，就是平衡。随时平衡。台湾伫经道海浪中完成民主化的拼图，时代杂志称李登辉是民主先生，国际社会嘛以宁静革命为上悬的赞叹。